第二首係由楊千嬅所主唱嘅《假如讓我說下去》。任我想，我最多想一覺睡去，期待你也至少勸我別流淚，但我把談情的氣力轉贈誰？跟你電話之中講再會，就誰？暴雨天，我至少想講掛念你，然後你最多會笑着迴避，避到底，明明不跟揭到力疲，就當我還未放鬆自己，我想哭，你可不可以暫時別要睡，陪着我，像最初相識我當時未怕累，但如果說下去，或者傻得我彼此怎能愛下去？暴雨中，我到底怎麼要害怕？難道你無颱風會決定留下？但我想，如留低這夜倒下來，就算臨別亦有痛。電話我怕死，你可不可以暫時別要睡，陪着我，讓我可以不求安眠藥盡睡，但如果說下去，亦無非逼你一句話，如今更無謂同居我的天，你可不可以暫時讓我睡，忘掉愛尚有多少工作，失眠亦有罪，但如果願下去，或者傻得我通宵找誰接下去？離開不應再打攪愛人，對不對？